生活宝贝啊！3月妈祖生是台湾重要的宗教圣事，是地方信仰的大代志。嘉义高雄南医今年踏着时机，头一遍用妈祖做主题举办展览，唔但展出高雄修造的妈祖像，阁了解破主配天宫甲附近的历史。大家专心听高雄研究员的小解，希望民众透过字画，会当用无同的角度了解妈祖信仰的文化。其中7目清调天后安然，阁会当看到甲即马完全无同的妈祖形象。那这个泥金所写的字是非常非常工整的，就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把它写在上面。那内容就是在描绘这幅图上面，妈祖所经过的地方海不扬波的这个景象。除了在是参观高雄南医内底展览，一行嘛以破主配天宫做中心，了解配天宫附近的一寡历史。一寡为外地来的民众嘛，透过这个机会了解破主的在地文化。本来就很想了解一下，因为这个活动这个主题是妈祖文化嘛，然后就刚好对妈祖觉得有很好的认同感。目前为止印象深刻的刺绣馆啊，还有刚才那个水稻头、水稻头，那个是属于一个聚落。因为虽然我是户主的女婿，可是我不知道有这个地方。高雄南医表示，妈祖信仰是分家地区真重要的信仰文化。为着要配合3月妈祖生，因特别推出甲宗教文化有关联的作品，佮配合在地行读，希望民众认捌宗教文化的时阵，嘛会当增加对历史文物的了解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